哇！呢排攰到咧，哇咁攰又出攰啊！琴日總坐一排，哇係，歡迎大家，歡迎大家嚟到姜濤第二個嘅個人演唱會。係咯，其實我真係等咗好耐，等咗好耐。今年自己無論係自己啦，定係乜嘢都好啦，我都覺得發生咗同經歷咗好多嘢。我相信我自己或者話大家都係。我有諗過推遲呢個 show 我諗過唔做呢個 show 咩？我咩感覺我都有試過呢半咁但係我都心入邊話俾我聽，我係喜愛呢個舞台，我係喜愛表演，所以我點都要堅持做落去。我覺得我今晚係咯，我呢個 show 啱啱先開始啦。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哋台前幕後喺呢個 show 入邊，我個人又好，大家都好，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將所有嘅情緒釋放出嚟，然後開開心心行出到。嚟緊呢一首歌係我第一次有份參與作曲亦都係第一次表演，希望大家鍾意喜歌啦。好到第二個湯位啦。唔好意思係咯多謝大家頭先幫我唱，係因為係咯呢個演唱會對我嚟講係一個，我俾我自己係一個考試，係一個即係可能我知道今日嘅表演仲有好多可以做得好嘅地方，所以希望大家今日睇完呢個演唱會都可以多多俾意見，有啲咩表現唔好嘅地方都請大家多多包涵，但係都希望大家多多俾多啲意見，我哋會台前幕後或者我自己我都會聽。呢半年我學識咗好多嘢，係啊，係咯，我學識咗好多嘢，咁所以我會變a better man 係幾高。多謝，唔好緊張。俾啲掌聲俾你哋工作人員。呢排係呢排講嘢，而家做抽位，係大家開唔開心啊？今次問我話，你哋中唔中意我開心？係呢個演唱會係咯，有好多我自己嘅一啲情緒啦，係啦，一啲嘅感受啦，我都好想好直接、好當下地喺呢一個舞台上面表達出來。咁其實我冇乜特別度過我呢個演唱會要講啲咩，因為我好相信我當下嘅真心講嘅嘢會係最真，同埋最代表到我自己。我唔想有任何咁當然表演要度啦，係咯。咁但係講嘢嗰方面我又唔係好叻，但係我相信只要我係用個心去講嘢嘅話。都應該唔會好失禮嘅。好嘢係咯，今日有冇人生日㗎？點解有咁多人生日啊？冇可能，全部都生日啊！我係認真問，有冇人生日嘅？好，今日祝呢首歌祝今日生日嘅人生日快樂，永遠都生日
啲衫好靚喎。好，呢個演唱會做到呢一個拍數咧，要多謝啲單位啦。好，嚟咯喎！嚟緊要多謝嘅單位有一部分係咯，希望大家我一次過講晒，跟住大家俾掌聲。對，佢講埋先。主辦及經理人公司 McAfee 冠名贊助 Catch 音樂娛樂平台演唱會搶飛神卡、恒生 Visa 信用卡指定贊助 FWD 富衛保險，可以鼓掌啦！又未講完啦先，對唔住。聯合贊助 HKT 優先訂票 The Club 同途升溫叱咤903同途共享 Move。掌聲！聽日應該係喺呢一度先掌聲表演。好，多謝 Janice 啦、金山啦，好多謝演唱會嘅策劃總監 Karen， 演唱會嘅執行總監 Stephanie， 仲有 Event Team 同 AM Team 嘅同事，多謝大家，多謝。好，多謝我最愛嘅 Edward Chan。Oh my god！ 哎呀，佢琴日 DP 㗎，佢今日有個黑色嘅。好多謝咁多位 band， 多謝兒樂團同埋中樂嘅所有成員，好多謝大家。俾大啲掌聲你哋，佢哋真係每一個人都非常之犀利，非常之認真，非常多謝大家。好緊要啊！多謝我哋嘅舞蹈總監阿 B， 多謝排舞老師 Elgo、Ocean、小梅老師，仲有唔少得嘅當然係我嘅師傅 Fat Boy 啦。希望大家都再次俾最大嘅掌聲，我哋所有嘅每一位 dancer， 佢哋真係好辛苦。真係好辛苦係，因為每一次都要，我見網上面有啲人問話，做乜戴住口罩同我排舞？因為佢哋驚會傳染一啲病俾我，即係如果以防萬一嘅話，所以大家每一次排舞，只要我出現，佢哋都會戴住口罩，所以我到依家都唔知佢哋咩樣。我哋講下笑，辛苦晒你哋。好，造型部分，髮型 Lydia Make Up 嘅 NEG 同埋 Meiling， 多謝。服裝設計陳華道老師 ，Robert Wood、Peter，係對唔住，對唔住，Peter。多謝所有嘅動畫師，燈光設計阿倫，音響設計 Jennifer， 音響間拼衝頭拼湯，仲有我哋嘅監製。莊少雲老師，係啊，就係你呢一 part 特登有呢個新嘅，佢耳機同我傾緊偈，所以可能大家唔知道做緊咩。好啦，多謝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仲有咁多位入場支持我嘅觀眾 ，thank you。多謝姜糖，在心中。第二個個人演唱會，歡迎每一位觀眾嘅到嚟。有好多嘢
嘢想講但係又唔知點講。不過係咯，每一次見到你哋之前，我都度咗好多嘢想講。但係一見到你哋嘅時候咧，又唔知講啲咩好。其實呢個演唱會經歷過好多嘅改動啦，經歷過好多嘅掙扎啦、矛盾啦。我諗過推遲或者唔舉行。其實唔好話呢個演唱會，其實喺呢一年，我都揾緊我自己係邊個。當我經歷咗一啲事情嘅時候，我都自己都掙扎咗好耐，經歷咗好多嘢。到最後，我都係覺得要舉行呢一個演唱會，因為我覺得仲有好多好多嘅人需要我嘅力量去支持。以我所知，都有一啲我嘅受災嘅 fans 有睇呢一場演唱會，慧玲啊、Kathy 啊、Kenny 啊、Brenda 都好希望你哋今日睇到嘅話，可以感受到嘅呢一份力量。我希望在座今晚嘅每一晚，可以同我一齊喺呢一個演唱會入邊釋放自己所有嘅情緒，所有嘅開心又好，唔開心又好，我哋都當係一場夢，我哋盡情咁樣發呢一場夢。嚟緊呢一首歌係我呢半年嘅一啲心聲，亦都好有緣分可以參與呢一首歌嘅作曲。希望你哋每一個人心目中入邊，天使又好，魔鬼又好，都係你哋嘅一部分。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同自己共處。我中意去研究一啲哲學嘅嘢啊，一啲關於靈性嘅一啲嘢啊。我覺得喺呢一年入邊，我覺得都啟發咗我好多。包括我哋今次呢一個演唱會嘅主題 Lava 啦、兩極啦。點解有兩極呢一個構思咧？其實都係因為我發覺人生入邊善同惡、黑與白、好唔好、開心唔開心，其實我哋都要學識去揾一個平衡去面對我哋自己嘅人生。我哋嘅靈魂點樣去選擇邊一條路，我哋永遠都有得揀。咁我呢一年經歷咗好多好多嘅掙扎，好多好多嘅黑暗但我好慶幸我自己最後有堅持行一條我而家認為係啱嘅路，好似我之前咁講。有人同我講話，唔係有咗先至做，係做咗先至有。我到而家都記得呢一句説話。我會繼續做落去，堅持落去。我好肯定，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成為一個 better man。雖然呢一個演唱會經歷咗好多嘅改動啦、變動啦、好多嘅調整，但係有一個核心我知道係冇變嘅。就係重新呢一個課題，因為重新對於我嚟講喺呢一年真係經歷咗好多嘅痛苦，好多嘅掙扎矛盾，幾黑暗嘅嗰一個日子，我而家都仲記得。但係我相信呢一個就係成長嘅一個代價。但我相信重新並唔係要拋棄過去嘅一切。因為我知道過去嘅一部分都係成就咗今日嘅我，所以我會記住以前我做嘅所有嘅嘢，帶住呢一啲嘢去重生。所以希望在場咁多位睇完呢一個 show 之後，你哋都可以有你哋自己嘅重生。希望以前
係咯，以前嗰幾年嘅我真係有迷失過好大嘅一段時間，傷害咗好多身邊嘅人啊！但係我會好努力咁樣繼續去做好，因為我知道過去嘅冇辦法改變，但我可以改變嘅只有眼前嘅路，所以希望每一個今日在場嘅所有人，你哋以後往後嘅每一日都係神你哋。俾咗好多信心自己。係咯，好似呢首歌愛咁樣，你哋每一個人都風雨不改咁樣支持我，所以對於我嚟講，你哋每一個人都對我好好，冇得好過分啦。所以我都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都對自己好啲，送俾你哋每一頭。好，主辦及經理人公司 Nikifu， 掌聲。冠名贊助 Catch Up 娛樂平台，掌聲。多謝陳小姐。演唱會搶飛乘卡，民生 Visa 上卡。指定贊助 FWD 富衛保險，聯合贊助 HKT， 優先訂票獨家，同途升溫77903，同共享 Move。多謝 Janice， 多謝金生，亦都好多謝演唱會嘅策劃總監 Karen。仲有演唱會嘅執行總監 Stephanie， 仲有 event team 同埋 AN team 咁多位嘅同事，多謝晒。好多謝我嘅好兄弟、好朋友、好老師 Eric Chan。Eric 真係幫助我好多，喺我音樂呢一條路上，所以我真係好多謝。亦都多謝咁多位樂隊嘅成員，多謝嚴樂培同埋中樂嘅所有嘅成員，真心多謝。舞蹈方面，舞蹈總監阿 B， 仲有多謝咁多位排舞老師啦 ，Elgo 啦。Ocean 啦，仲有梅春燕老師，仲有你阿師傅一幫。多謝 Hair 嘅 Lydia， 化妝嘅 G 同埋 Lily， 服裝設計及造型，陳華國老師，我嘅同埋 Pippa， 多謝你哋。多謝舞台設計嘅 Dion， 多謝所有，我今日已經盡量好咩㗎啦，我冇琴日咁緊張㗎啦，講呢 part， 因為其實成個演唱會入邊我最緊張係呢一 part， 你明唔明？真係仲緊張過我做開場都冇咁緊張，我開場我就冇咁驚啦，或者呢啲我到呢啲仲驚緊嚟緊繼續仲有。好多謝所有嘅動畫師。燈光設計嘅係咪？音響設計嘅 Jennifer， 仲有音響監聽嘅聰鵬、傾康，多謝你。Oh my god！ 終於到你啦，我哋嘅監製莊少榮老師。我好中意模仿佢嘅做，因為佢每次咧後台 Q 咧，佢好好笑，身面有幕，裏面有幕，音樂高，跟住我個口高。你聽耳機聽。我遲啲再同你講好多關於佢嘅嘢。
亦都多謝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仲有咁多位你哋可以願意花呢一個晚上嘅時間睇我演唱會咁多位觀眾。多謝咁多位香港啦。尋日咧呢個環節完咗咧就嘉賓環節㗎咯喎。係啊。咁今晚有冇嘉賓咧？有。冇。真係冇。哇！你哋有請嘉賓，但係冇咁多晚，所以今晚咧就直接禮歌啦，好唔好啊？我住傾下偈先。Aaron， 你覺得點啊今日？滿唔滿意啊 Aaron？ 聽唔到你講嘢，你話滿意啊嘛 ？OK， 其實我哋嚟緊之後嗰幾晚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驚喜俾大家。我哋每一晚我哋都完咗演唱會之後，我哋都會即刻開會，即刻去調整所有要調整嘅嘢。所以都希望大家繼續多多俾意見，俾我哋呢一啲嘅製作啊、團隊啊，仲有我本人啊，我哋都好願意接受大家每一位嘅意見。我哋都希望將每一件事情做得越嚟越好，所以多謝大家嘅支持。好啦，咁就真係冇嘉賓嘅，所以送最後一首歌俾大家。真係冇我一直都好失眠，我今次我先問世榮話呢度有得飲水嘅。唉，早講啊！我自己唔記得啫。仲有紙巾添。都我以為呢啲水俾 Eric。唉，歡迎大家嚟到姜濤嘅第二個個人演唱會，thank you大家。呢個演唱會等咗好耐，亦都準備咗好耐。雖然經歷過好多嘅改動啦、變動啦，經歷過好多嘅內心嘅掙扎同埋內心嘅一啲恐懼啊，唔知點做。不過到最後都希望係可以舉辦得成，因為我自己都真心喜愛呢一個舞台，同埋都希望可以俾一啲自己嘅力量俾大家，同時都希望你哋都可以俾啲力量我啊嘛，係咪？呢個係一個互相嘅平台。即係經歷咗好多變動，因為講真，直至到琴日，我哋每一個 team、每一個團隊、台前幕後嘅每一個人，我哋都吸收好多大家嘅意見，所以我哋都好盡力去做我哋每一 part，可以令到觀眾你哋有最好嘅聽覺、視覺嘅一個效果。所以辛苦晒各位。呢個演唱會係一個我自己嘅一個平台啦，去宣泄好多自己嘅一啲情緒。等咗好耐，終於等到，亦都希望今日喺呢一個場合入邊，你哋都可以盡情釋放你哋每一個人嘅一個情緒。每一個人都有經歷過唔同嘅嘢，我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嘢，每一個人都係唔同嘅，但我相信我哋所有人嘅情緒都會有一個共鳴，所以我哋今日喺呢一個場合入邊一齊釋放呢一啲共鳴。送俾大家呢一首歌，喺我最孤獨嘅時候，陪住我自己，亦都希望陪大家。你講完你歌，轉一圈可會轉出快樂，轉多圈可會轉出拖位啊！就每晚拖位啊，先係我最緊張嘅時候。Freddie 啊、托位啊，都係我最緊張嘅時候，所以每晚都希望可以一晚比一晚好啦，講得好啦。其實咧，我呢半年，都講埋先啊。呢半年，多謝。男仔嚟嘅，多謝。呢半年。你搞到唔記得講咩嘢？呢半年啊，我自己研究咗好多
關於宗教嘅嘢啦，關於一啲哲學嘅嘢啦，關於一啲心靈方面嘅嘢啦，係因為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可能每一個人看似大家都好健康，可以好如常咁樣去工作，但係我都知道其實每一個人心入邊，你哋每一個人都一定有一個一啲好唔好嘅一啲時候。咁其實真係除咗身體之外，都希望大家嘅心理都可以越嚟越好，係啊，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嘅心理，先至會有一個好嘅身體；我哋有一個好嘅身體，先至可以繼續行更加遠嘅路。所以係啦，希望在場嘅每一位喺呢個演唱會嘅你哋，喺今晚可以稍為療癒到少少你哋。係咯，我自己都呢半年都經歷過好多自己一個人喊嘅時候啊，可能係一啲好無助嘅一啲時候，但係我好感恩嗰個時候，我嘅靈魂選擇咗一條路係可以令到自己變得越嚟越好，而我而家都繼續堅持緊，所以我都好感恩當初嘅我，可以令到而家嘅我喺我呢一度俾到少少力量大家。自己好多嘅嘢去平衡去調整，我相信唔係，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 better man。哇！今日我狀態好似幾好，好似。比琴日嘅自己有進步少少實在。呢半年我都 keep 住咁樣同自己講。即係其實呢個演唱會嘅主題包含咗好多太極嘅元素啦、陰陽嘅元素啦，係啦。其實好嘅同唔好嘅都係呢個世界上都會存在嘅一部分，係啦。即係包括我自己，我都唔係只有好嘅一部分，我都有好多唔好嘅一部分。但係我覺得 Lava 呢一件事情就係代表住重生，但係重生唔代表你拋棄過去嘅一切，其實係你要記得你以前經歷過啲乜嘢，你先可以變得更加好。所以相信今日呢一場嘅演唱會都係代表住我好多嘅心聲，代表住我呢半年以嚟點樣去重生自己。Thank you。希望無論以後遇到啲咩困難都好，我都好想同大家講就係好老土，希望大家每一日都可以相信明天嘅自己會更加好，明天嘅陽光都會係 sunny day。咁啊，日光係 sunny day。我講完之後，大家俾掌聲就可以俾掌聲啦。好，首先好多謝主辦及經理人公司 MakerVille， 好多謝冠名贊助 Catch 音樂平台、音樂娛樂平台，演唱會搶飛神卡、恒生 Visa 信用卡，掌聲！指定贊助 FWD 富衛保險，聯合贊助 HKT。優先訂票 The Club， 同途升溫叱咤903，同途共享 Move，yeah！ 係喎，多謝 Janice 同埋金生，好多謝演唱會嘅策劃總監 Karen， 多謝你，演唱會嘅執行總監 Stephanie。好多謝 Event Team 同 AM Team 嘅同事，多謝大家。唔好意思介紹 Edward 都好遠，今日可以近啲啊！多謝音樂總監 Edward Chan。我呢半年成日去嗰邊行，睇到好多好樣衰嘅面。多謝所有嘅 band 弦樂團，好多謝所有中樂嘅成員。Thank you。好重要啦！好多謝舞蹈總監阿 B。好好喎，都幾好喎都。好似好嘅掌聲呢個係冇。好多謝所有嘅排舞師同 dancer 們，多謝大家。
排舞老師有包括 Ocean 啦、Elgo 啦、梅卓燕老師啦，梅老師真係好神，每一次我即係要小梅老師幫我排嘢，佢都真係第一時間就應承咗，好多謝佢，所以介紹到呢陣先。好都好多謝髮型嘅唔係，好仲有 Fat Boy 唔記得咗添，對唔住，因為頭先同佢傾偈，記得咗，唔緊要嘅唔聽。講起 Fat Boy 唔話你聽，忍住唔講，係我唔講，好，髮型 Lydia 同阿 Man，仲有化妝嘅 Andy G 同美玲。耶！多謝服裝設計及造型陳國華老師，陳華國老師，對唔住，我不滿 ，Pipa， 對唔住，미안해，好多謝舞台設計嘅 Fion。好多謝所有嘅燈光設計阿倫，音響設計 Jennifer， 音響監聽嘅聰頭同 King Kong， 多謝大家。同埋所有嘅動畫師，多謝大家。多謝莊兆榮老師。佢喺耳機入邊而家好無奈，因為叫我係咁讀錯。冇嘢 ，OK 嘅 OK。同埋好多謝咁多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仲有咁多位入場支持我嘅觀眾啦，跟同啦，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希望今日有啲乜嘢表演得唔好嘅地方，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繼續地去俾多啲意見，我哋會繼續努力進步。Thank you。係咯。大家各位坐翻埋佢先。